甲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感谢恁的捧啊声。一杯，阮又一支，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。孤单坐在头毛边，看见一片茫茫夜间边，小雨落绵绵，滴落心头冷依依，斟一杯搁一杯，分一支又一支，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。是我放你去，是我放你去，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？无奈，无奈，无奈的相思。我坐在头毛边，看见一片茫茫夜间边，小雨落绵绵，滴落心头冷依依，斟一杯搁一杯，分一支又一支，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。是我放你去，是我放你去，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？无奈，无奈，无奈的相思。来，谢谢剑山大哥、环州大哥、秀仁大哥、明月大哥、宝丹姐姐、秀娜姐、博奇大哥、姚大哥、秋瑾大哥、轻松哥哥，谢谢。来，贵清大哥好哦。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谢谢。超顿，咱的许大姐哦。分一杯搁一杯，分一支又一支，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。是我放你去，是我放你去，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？无奈，无奈，无奈的相思。就搁一杯，分又一支，无奈的相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，每一天一只陪伴咱观众朋友哈。是。感谢你哈。好来，谢谢芙蓉姐、剑山哥哥、素梅姐、咱的冠中大哥、许春来大哥、董先生哦吼。今仔咱真侪咱新朋友隆重上线了哈。宝丹姐姐好，哇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哈，感谢哈，谢谢张大姐好哦，谢谢恁默默的婆声，还有超顿咱的庄大姐，感谢恁哦，啊，还有咱这个好莅临咱的咱这个严明虎严大哥大嫂哈，谢谢。来，本节目叫义大破歌声，对，这是一个呢，这个含金量、含金量相当高的这个节目啦。哦，因为咱唱着是呢，拢翻唱一寡像这怀念的台语歌曲以外，还有这中国歌。哦，当然嘛有参照一寡新歌啦。是啊。咱讲新歌对流行啊，哦，一若像这个，若像老歌的时阵，是听像这怀念。对啊。啊，个讲到像这个。敬世伊做这个好话，安尼吼，嘿，互咱听了后啊，像这个台语、国语拢总会通哦。哦，谢谢，来，我的美华姐姐嘛拢总吼上线，甲咱轻松大哥，谢谢欢迎您哈。
那么今日的时阵呢，要来提起到这个6句话啦，互咱一个瞬间会当互咱头壳清醒。哎呦，迄一6句话。第一句整理了后时阵，来甲咱姐姐乡亲好朋友大家分享。咱人生难免会去拄着做这个真急真数数性数急的这个代志啊。结果的时阵呢，都是因为咱的这个经验无够。对啦。你若讲甲一个年龄经验有够，处理代志的过程有够济，这个情况下，安尼就足稳定的啊。安尼是你就一步一步来。对啦。都袂急躁，都袂数啊，袂数性。这人看起来足数性。是。数性都无得定，是歹势安尼甲你讲尔。对。第2句话先就是讲像这个劳苦，辛劳，足辛苦的，叫做劳苦安尼啊，是因为的时阵，咱的这个方法啊，用了唔对啦。你要台北的时，你车甲开对从这南部落去的当中的时阵，当然嘛会够啦。你到对屏东，搁西对从这花莲台东啊，先到宜兰罗东啊，嘛是会到台北啦。但是呢，这个方法啊唔对啊，费时旷日。对啊，迄有当时浪费掉伫你路，你就是安尼弯小路直直台北伫后边啦。对咩？行着路去啦。你今日头前啊去啊。对。第2句话、第3句话先就是这个烦乱。真烦，人心肝真烦真乱。真恶杂。是啊。是因为你静袂落来，是因为你的这个思路，这想会像这个路线是未清了。思考未清啦。嘿。咱第4句的先就是讲像这个恐惧，真惊吓啦，嘿，真惊吓，这是因为呢，你受伤济去啊，安尼迄个好做，未做就开始直惊，加上的先想去头济，无整理啊，无整理的时阵，当然就惊吓。考试较早的时咧读册囡仔，咧做代志嘛拢共款，你拢咧。应当是爱思考清楚，对，对，爱整理清楚安尼就袂惊啦博士，有人啊，真像这脾气啊，真像这暴力，安尼啊，真素性即款的。是啊，这是因为啊，内行人伫咧讲啦，能力不足。安尼是，嘿，你啊看即摆主持包括一寡像这少年人啊，生活是无要无紧。真笨蛋，真散乱，讲做懒散。系啊，是因为安怎？是因为伊都无目标啊。无目标的时阵，要行这条路，还是要行这条路的时阵，未清楚。茫茫渺渺。心肝茫茫渺渺，就变成线线。对。系啊。好啦。即摆咧讲咧，世界上是无一份工课未辛苦的。乡亲好朋友，你有认同无？只要人要食人的头路，要看人的场面，对吧？要付出这个努力的时阵，拢足辛苦啦。对。系啊，也嘛无一位所在的时阵，对无？这个人事讲无复杂的啦。人甲人之间就对啦。系啊，若讲到这个人事的时阵，拢真复杂。拢袂平啦。对。但是呢，无论你即摆主持当下先头。去拄着什么经历啦，什么就对。什么代志拢共款，拢共款。你都爱啥？你都爱调整着像这个好的这个心态。是。继续甲行落去。对。纵然的是有一这个挫折失败，拔起来，爬起来了后，先继续搁行。对。咱讲这失败为成功之母啊。咱讲这地成功啊，因老母或者啥，或者正失败。因为失败了后，你就知讲，这款的做车这条路唔对啊。天啊，若红烧烧的时，莫去甲摸的怎？会去烫着，会碰泡。来，迄就是要有经验嘛，对无？相信未来啦，未来，明仔开始的时阵，咱会像这个咧成功，拢属于每一个人，即马当伫咧努力的人，安尼。是啦，对。来，感谢好来，谢谢咱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碧华姐姐，谢谢芙蓉姐来拢总看到啊来，咱即马咧要来进行着咱的头一阶段，就是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啊点歌时间到咯，头一首歌曲《故乡的话》。一暝，咱双人所看的月圆。
可怜哦，人啊咧哦，人啊咧日去，哦，土的日去哦，也就是故乡的月。第二首歌曲哦，寂寞的行船人，来。也在春天看落去，彼个姑娘在港见。虽然装着笑容，心内苦无边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嘛是咱高雄邱大哥所点的吼。来，第三首出歌的囡仔。有时阵心内郁卒，我不敢讲出嘴，忍受一切酸苦味，决心踮遮不转去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的黄大哥所点。第四首哦，车顶水姑娘。坐过车过崩空，心情真轻松。第五首，无你较快活。想一个情结束也好啦，卡也看你一日一个伴。来，今仔最后一首第六首哦，等一个呢。等一个呢，搁等一个呢。我甲你今约束，要去过摩多。好，来，这首歌曲是咱吴明忠大哥点的哈。来，进行咱来甲这个点歌的时间，六首歌曲哦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准备做互动，卡咱8326-317。8326-317。还中国关系的歌，国关系加一个控诉。头一首歌曲《故乡的月》，第二首《寂寞行船人》，第三首《出外囡仔》，第四首《车顶水姑娘》，第五首《无你较快活》，第六首《等一个呢》。我坐在他们湖边，看见一片茫茫夜港边，小雨落面。来准备哦，接电话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你好，苏梅姐。喂，两位午安。3跟5。3跟5呀，好，好，没问题哈。来，谢谢平安哦哈，好。哎，你好，保单姐哦。你好。哎。第一首故乡的月。好，我下开哈。故乡的月。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来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。喂。今日要听哪一首？你好，老师好。好。哎呀，这我来出外去那个等一下呢。好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我下开哈，谢谢。来哦，姚大哥。两位午安，我要听第一首跟第四首，谢谢。一跟四，来，谢速速的做安排。来，玉玲。喂，姐姐哥哥午安。好，快乐。我要第三条跟第六条哦，第三条跟第六条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等的你好。哦，你两个好，大家好。第一首故乡的月，甲第四首车顶的水姑娘。哦，甲第四首哈，好，我下谢开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剑山哥哥哦。你好呢？你回来了没？我今仔第生日呢。啊，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祝你较快活呢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我礼拜就去你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要高雄要转来中部啊啦吼。来，文东哥哥。哎，王林啊。嗨。张林老师你好。我点第三、第六。安尼哦。第三、第六出外囡仔。好，我下开了嘿。好，平安谢谢你，感谢。谢。来，好，秀文姐啊。你两个好。好。点第三首跟第四首。安尼哦，我下。你了落雨无？我这里落雨。遮无落雨，嘿。我这雨真大，我等你过。你个真大呀，好。我拢寒天爱落雨。爱细你哦，嘿，哈。出几摆事。来，坤星哥哥。刘大哥。所以大家好。好。你今仔要听到一首歌？
三木。三木，来，哦，这摆真清楚。三木，谢谢哈，啊，我写开了，嘿，平安哈。好。啊，你好，宜宾哥哥。嘿，王年昌，你好。好。你第三首跟第五首。第三首跟第五首。好，没问题。收掉，好，谢谢你的祝福。来，美华姐姐，阿姐。漂亮宝贝妹妹。你好。姑姐嘛好。姑姑哥你好。好。阿姐你好。我要听迄个第一首。好。第一首啊。好，谢谢啊，祝市场好。好，谢谢。美华姐姐变温柔了，声音嘛先继续强硬的。喂。你好，啊不，明宏哥哥你好。大哥。你好，两位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来，今天想要听到一首。13呐。13。哦好，我写开哈。谢谢你好，啊感谢哈。你要转到楼卡。好，要转到楼卡吼，来哦，刷卡。来，刷卡，甲咱的明宏哥哥甲接落去哦吼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小姐，咱要加油哦。没有，感谢吼，大哥哦，嘿，来。哎，你好，金婚姐啊。我3个5。3个5。哦好哦，我写开哈，来，这是咱的金婚姐啊吼，来，金婚姐3个5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帅哥妹你好。苏梅姐哦。嗨，你好，我今天5跟6。5跟6。哦好哦，我写开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幸福快乐。哦，来，老师出外囡仔准备哦吼。好，谢谢。我来甲唱一个原版的。原版的。啊，敢有原版，敢无原版的？有无？系啊，有变奏的。迄个节奏无共款啦，吼。好，其实来观众朋友吼，咱即个吉他谱歌声吼，有一个特色。伊定定会哦，拢会甲阮变奏，像我昨唱一首歌，去内底甲我变3种奏的，好佳哉吼，迄首歌有色哦。啊，当然啦，伊家己唱要安怎变拢总无要紧。是啦，来。好来哦，谢大哥你好。喂。嘿，谢大哥你好。喂。你讲是帮林呀？哎对哦，你搭播歌声你好哦。爱听电话内面的声。来，大哥，轮到你啊，你要听电话内底的声。好，来你讲哦吼，什么歌？你若听电视内面吼，安怎写开啊嘿？嘿，爱听电话筒内面的声。我知哈，好，谢大哥，谢谢哈。哦，你会记得爱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音吼。来，伊要听啊，迄个无你较快活啦吼。来，准备出外囡仔哦。哎，黄大哥，哦，这首歌其实咱黄大哥所点，苏梅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九零、文通哥哥、秀文姐、坤秀哥哥、宜明哥哥，咱的平和哥哥甲阿嫂，谢谢啊，咱的金文姐啊所点的出外囡仔，工人来甲咱献唱哦。有时阵心内郁结，犹原不敢讲出嘴，忍受一切酸苦味，决心踮遮不转去。故乡的妈妈念歌意，如今他乡的路拄则到位。找头路无遐容易，有时感觉不如意。我依然提出勇气，打拼做生意。谁人关心出我的囡仔？等待我赚较有钱，打拼事业搁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有时阵心内郁结，犹原不敢讲出嘴，忍受一切酸苦味，决心踮遮不转去。故乡的心爱
欢意。虽然他乡的梦也袂圆，我永远拄着一气，有缘予人看无起。有心要去做代志，就毋惊什么啊！啥人同情出我的囡仔？他乡的月无脚印，他乡的路无脚边，靠自己的勇气。找头路无遐容易，有时感觉不如意。我依然提出勇气，打拼做生意。啥人关心出我的囡仔？等待我赚较有钱，打拼事业搁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这首好听的歌曲哈，若讲到这时间伫咧过足紧的吼，连米咱若讲咱周拜六礼拜若到的时阵吼，咱一寡出外囡仔若转来，吼，讲要带这四大人出去行行咧，嘿，四大咱做大哥大姐阿公阿妈，你有准备好啊未？讲人若要招要出门，阮都无法度。我咧讲，嘿吼，一工我咧讲吼，甲安尼。甲啉一杯的时阵，甲啉一罐，我咧讲吼，互你3工都有感觉，一礼拜的时阵，无共款，若头一个月了后，敢若清凉偌好。敢若我咧讲，迄吼，迄你讲铁门去点着油，你知影？迄铁门有当时骨溜骨溜，迄若卡倒啊，迄紧会按啊，拢无半声，袂安尼奇奇怪怪。是。像即个呢，安尼吼要甲字起要落来的时阵咧，骨溜，就敢若亲像咱的骹手共款。对，毋免惊即个生冷溜刺力。有吼是大讲，哎呦，我都袂溜咧，我筋吼拢足暗的。是。这无力。欠保养。欠点油。点油。欠营养素。你来点油，我讲即摆上紧的就是哪，果啉的上紧。是啊，毋免用煮的，免搁冻啊。对。冻一盖一卡就爱6000的，毋免啦。甲啉落去先像是咧饮迄个掺水共款。四角头中午的时阵，拢甲你饮甲舒适规身躯的呢。嘿，比讲做即个，伫我大起来时阵，即边遐臭味大，即边遐伤长，即边做这的时阵，也阁未开花，互你嚼嚼即个身体甲你顾养起来就对。我咧讲吼，我今仔是安尼咧讲啉这啊，咱迄高雄迄个李志峰大哥，志峰大哥昨天晚上吼8点外敲电话来公司拄好我接，伊讲芳玲啊。你迄个啉迄罐吼，真正我即摆一工吼固定拢啉一罐。世界级的产品。伊讲吼，差不多3个月前吼，伊讲要人若讲要招游览要佚佗，无可能啦。尤其是因某上上事件讲，人若咧招的时阵，伊先摕掉，因怎？因翁都无法度甲人出门，阮咧志峰大哥都无法度。无迄个困难。无法度啊，袂自力啦。咱若讲袂自力，翁若无法度自力袂出门的，咱某哪有可能讲全地人去佚佗？拢话踮厝家顾调调，对无？我咧讲哦，迄安尼听芳玲伫咧讲，安尼3个月了后，即马吼，阮咧志峰大哥讲来讲，阿嫂讲踮边讲，伊比我较爱佚佗啦。是啊。人若咧讲的时阵讲，你若如果身体来做处理来讲，啥物人无爱佚佗？对啊。对无？佚佗先总是比做工课，总是莫讲啥比伫厝的时阵安尼吼。讲一较直接的讲，死坐活坐。对。毋知是安怎无目的伫咧坐啊。对。坐咧就拄久，拄久的时阵下去的时阵对无？倒落去，安尼困甲尾巴尾啦。是啦。这毋是咱的这个精彩人生。当然。从此何时？对无？伫行路线都敢若像数空气共款，即摆主是伫咧行路线讲困难。
即款的组织，你还阁唔知通过？爱过，是啊，爱点油哦。听西方人的话就无唔对。对啦，来，谢谢。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感谢。来，继续要来甲邀请到咱漂亮宝贝，来，亲切服务这谢芳瑜，来甲献唱一段无你较快活。来，拄则有咱秀芬姐啊，秀峰、许大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摸到徐大姐，冰花姐姐、坤旭哥哥，木火大哥、剑川大哥，素英姐、宝丹姐，你的头像有收到咯，谢谢杨云哥哥、志玲哥哥、郭大姐、蔡大姐，咱的英语大姐，谢谢。看你一日一个伴，你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，就会烂海水的干，就怎会话你较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敢袂受责，是心肝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。歌曲是咱苏梅姐、剑山哥哥、坤心大哥、义林哥哥，咱的景云姐、素梅姐、谢大哥所点帮您甲你献唱哦。想一个情结束也好啦，看呀看你一日一个伴，你一个。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，就会烂海水的干，就怎会话你较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是心肝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快活。谢谢咱的李兆辉大哥、春来哥哥、志玲大哥、刁hin哥哥、水月姐、剑川大哥、姚大哥、新婚姐。你的朋友声，好朋友9715205315791579，谢谢新朋友，来坤星大哥、秀芬姐啊，感谢秀仁大哥、秀峰，谢谢。就会烂海水的干，就怎会话你较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敢袂受责，是心肝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快活。
谢谢调音大哥、草屯的庄大姐，啊那立峰大哥，谢谢，啊还有佳佳哦，美华姐姐、宝丹姐，吼，恁的婆声不拢总有收到，跟阮的调音大哥吼，伊伫拍婆啊落去感谢恁的观赏甲好，鼓来，励。感谢哈！即摆赶紧要过来进行咱第二阶段，就是咱即个听歌要歌名咯吼，考考咱观众朋友吼，你的记性好不好哦？吼，以早听过的歌，你有记起无？记起无？当今会晓唱对无？佫会知影歌名。如果你若会知，老师等的2首歌曲若会知，哦，要来送咱一届2箱咱的石墨烯哦，吼，咱的除臭袜。吼，咱的除臭袜，石墨烯的除臭袜无大件，还佫挂冬啊的哦。这互你清的时阵，你毋免惊讲会去跋倒。袂惊厝倒。毋紧惊，无大件吼，骹底佫有300粒咱这3D 气垫，会当甲你安怎做脚底按摩，甲你帮助你即个血液循环的改善，互你骹袂麻，互你本身的心血气通顺咯。是啊，吼，啊，佫会甲你减轻咱的压力。啊，讲有的人观众朋友讲说，哎哟，我骹拢会水肿咧。来，这双鞋啊，这个网状透气吼，佮甲你双边加压，这个骹盘的所在，甲你加压了后，我咧讲吼，会当抗水肿。吼，你穿的时阵吼，袂落骹去，袂水肿啦。吼，啊无当紧哦，佮来袂流骹，这样好，要着一届送2箱吼。来，准备听歌咯，录歌吼。来哦，吼，什么？头前好音一个啦。安尼哦，爱好音的哦，安尼咱观众朋友知影什么歌呢？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达啦。好达啦！老师啊，安尼落去的时阵全拢换线。大双人牵做伙，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，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感情用这高，才知影痴情是第一戆的人。情经常郁出放飞往事将伊当作一条梦。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将伊放袂记，一路到他乡，用心过日子。阮不是爱伊歌，阮只是环境来拖磨。叫阮风雨嘛着行，为伊唱出热恋的情歌。人生铺顶起起落落，免来烦恼。有时月圆，有时也月明。赚着金也欢欢喜喜，斗阵来做伙，你来跳舞。我来念歌词，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达啦，好达啦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我尽量啦吼，因为这个歌曲我听起来嘛是像这个金门王啊，伊的气口上好，所以讲头拄我尽量来甲像这模仿他的声音，安尼。对啦，我写开啊哈，好。来，心切，注意啊！要着的时阵，电话卡入1块银，哦，头拄迄2箱有影偌济，2400块，你家己去算，哦，若抽中的时阵多偌济，
端2339杯啊！来，你好，林昭大哥，这首歌若摇着，继续搁摇，你就有2摆的机会。健康哦哈，我先。小嘴声，哀怨的呼声，怨人我心声。痛苦的声，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，心酸的声，高响着。咸酸苦涩的口声，这就是我爱的呼声。的吉他声，哀怨的呼声，怨人我心声。痛苦的声，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，心碎的声，高响着。咸酸苦涩的口声，这就是我爱的呼声。这首歌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来个诱惑嘛。我即摆主持要来甲走一块轻松一门音乐了后，就要来甲公布就这个答案。杂志游戏，ありがとう。好，安主席。好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啦吼，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讲咱甲在止啊吼。
来，老师来公布答案。头一首歌曲。搭双人牵做伙，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。啊，足明显的呢。流浪到淡水。好，你叫我合音的时阵吼，就满线，观众朋友就知影哈。来第二首。这就是我爱的好声。张英，张宗英，钱来呀，钱来呀，伊所写词的这个歌曲叫做啥？爱的好声。来，恭喜哦！咱足侪观众朋友拢摇到啊！吼，今天很厉害，给恁拍拍手哈！好，我今晚先来收开，等下咱来摇出一位观众朋友，一届送你2箱，吼，超级厉害的，咱的石墨烯的除臭袜哈！感谢哦，咱这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，就是咱这个故乡的话，老师做准备。哦，都咧出去哦。芳玲吼，跟咱观众朋友吼，今仔邀请到咱这美丽的咱健康达人哦，咱的佩提到现场哦，跟咱观众朋友关心到恁的身体哈哦，提供着新的知识，互咱观众朋友脚松手人勇行行哦嘿。我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达人佩提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提。佩提，自从你顶抓，甲咱介绍咱这个脚有力了后，哇，你敢知啊？咱电视机前的足侪爸爸妈妈讲，芳玲啊，真正吼，原底是半年4个月就爱去注射注一届啊，吼，去注迄玻尿酸啦，吼，但是即马唔免啊呢。你像讲或者吼，我印象上深的住伫咱高雄迄三民区的咱陈爸爸，陈爸爸讲或者吼，伊原底因某哦，安尼咧行路啊了了行，啊若讲安尼无去注射转来了后吼，伊讲哦有啦，转来了后差真个月啊吼，安尼骹手就加足力量。对。但是吼，总2个月尔，就佫开始佫慢啊，缓慢，艰苦啊，就要佫去做。我来讲，做侪时大人拢安尼吼，因为没有办法啦，咱软骨来流失，你来做注一寡玻尿酸，啊，佮你爱知影，注一支6000起跳，6000的，两支卡12000，12000，然后3个月半年爱佫注一届，所以一注落吼，你也无注就开始疼。对，啊个呢？你有感觉到讲吼，其实你注了，你即使有去打玻尿酸，跟小暖嘛流过苦袂落。为什么哈？手压袂起来。对，因为你爱知影哦，其实我们的骨头不是讲干那补钙质尔，不是干那补这尔，啊，你也可以补你的软硬骨嘛，对不？对。过来咧，你上重要爱补你的韧带，相当你手会弯，脚会曲。腰会弯，其实拢跟咱的韧带有关系。你食迄鸡翅时阵，内底是毋是一个白白迄？对，迄啥？迄个是韧带。哦，所以这拢是息息相关的啦。咱的韧带跟咱手恁共款，你扭出来时阵吼，哦，伊本来拢有弹性的，对，扭久了后伊安那弹性疲乏，啊，你若搁直直甲扭，无互伊修复，啪，怎转去？所以你看，做些运动员哦，所以伊的韧带受伤、韧带断裂，可是因为过度使用直直扭啊，转去的意思。过度使用。所以咧，咱不是干那讲补硬骨、补软骨，上重要，咱的韧带嘛爱去顾着。是啦，你讲韧带若顾着的时阵，就是像你讲安尼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你咧屈、咧开的时阵，加足骨溜的，对，活动较会当自如啦。是，啊，这毋是我咧讲，有的人咧屈，要爬起来的时阵，毋是因为你骨质受伤啦，不是，是因为你的韧带因为脆化掉了，所以阮内底咧有加一个叫做来自西班牙的蛋壳膜。蛋壳膜，来，想要用西班牙，你讲全世界拢有加嘛？对，想要用西班牙来。为什么？来，因为因遐水质嘛，空气嘛，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嘛，食物比较新鲜，比较无污染。对，包括因的鸡卵嘛是较无污染的，所以阮专工就是要用因的蛋壳膜。啊，你知影蛋壳膜是为倒无？蛋壳膜就是咱食卵的时阵，卡背掉，迄个膜啊，大家拢唔知，拢甲蛋雕。其实呢，生物科技发现讲吼，其实迄个膜内底有第1型、第5型、第10型的胶原蛋白，
对咱的韧带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修补安尼作用。配体，咱这爸爸妈妈讲后摆来咧食卵的时阵，甲迄蛋壳无共款，来无共款哦哈，这是爱用现代最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技术甲萃取的。啊，咱今仔要安怎卖？来，我先讲一个哦。好，阮外口一盒嗯， 12支共款的吼，是就是18块1800块，1800块。哦，今天就是2盒，原本外面是偌济3600，对，今天只要2500，2500的你会使炸落去。今仔这组2盒安尼2500块对，但是顶抓的时阵配体，咱有搁加一盒啦，真的啦，顶抓的时阵吼。有甲伊叫伊加码啦，伊讲吼，咱这个产品伫咧推出的时阵，对嘞，还没有尝试到嘛，对不？但是今仔日做活动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咱这时代，搁食到遮好的时阵，咱袂使共念开啊。你也知影外口这3盒偌济，你知道？哦，3盒5400呢，5400块。 5400块呢。对啊，但是咱迄阵是卖2500块，咱今仔嘛是像安尼啦，吼，只要安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50组。 50组哟，50组，来，0808因我0800815181，但是吼，佩蒂，咱这遮尔好，着真济时代讲有大组的无？大组较省啊，来啦，大组的啦，吼，2盒，大组的就我咧讲吼，就是3盒再加3盒，这就叫做大组的，大组的偌济啊？5000块。 这原价时阵吼，这都爱偌济啊？你甲你1800、1800块一盒，你来算。哦，要万通块。万通块。万通块呢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5000块而已呢，无大紧。佩蒂，大组，你小喊啦！大组吼，咱搁甲加码者啦，因为足侪时代就等这个档期嘛。哦，伊拢买细组，已经买几落摆啊。来啦，今仔观众朋友，这盒加落，你知影偌济无？7盒市价。12000多，12000块以上12000。你今仔甲我卖偌济？大组是偌济？大组5000。毋是啦，我甲大家讲一个哦，阮内底是有用西班牙萃取的蛋壳膜呢。对啦，我知影，毋只会讲这是专利的蛋壳膜，毋只会咱这时代食甲，效果真正是有够好。35000粒的鸡卵才有法度萃取到1公斤的蛋壳膜粉。来，今仔这组哈卖6，搁加码，今仔搁加码落去，加一盒啊！观众朋友，你感觉这组原底来偌济？一盒若1800块，这组买等于时阵12600块哦。今仔特别优惠哦，7大箱，互恁5000块。所以讲你电话安怎爱赶紧卡哈。我甲大家讲，是，谁让这组伫外口1800块，你要甲我加价，我这面有难色，你知道？因为内底迄蛋壳膜是西班牙专利的萃取的。35000颗的鸡卵的蛋壳膜，才有法度萃出1公斤的迄个蛋壳膜，一丝丝尔。所以讲人这叫做专利萃取。对，而且你讲你会定的，你会软的，我马上给你顾到嘛。对。吼，所以内底佫有专利这个蛋黄粉，吼，佫有海藻钙，啊，佫有迄个啥玻尿酸萃取，全部拢给你顾到。都有了哈。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食这组是你会定的。软的，包括你的筋哦，拢总一概甲你顾开啦。对。所以讲有，你脚有力食了安怎？食到敢即马脚会较有力无？头是较袂痛。哦，较袂痛吼。嘿啊。好，恭喜你啦吼。我脚头是迄落退化。嘿。我老杨逐工嘛去行操往回操2公里。安尼哦，往回操2公里哦。哎呀！哦，啊，你即摆安尼食咱的迄个安尼脚有力，安尼脚较有力咧，会当安尼往回行咧2公里哦。啊，毋过我腰脊骨嘛无好啊。嘛较无啊好吼，无紧啊，佮继续努力哦嘿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我食了有效呢。脚即摆加较有力呢。加较有力吼。脚加较有力。我吼，我本来拢，我咧即个开做开者。量化到83岁啊，咧开刀开3摆了嘛。哎呦，你开刀开3摆？两骨啦，迄落两骨啦，骨光骨啊，骨加较头啊，拢走加骨头呢。安尼哦。嘿啊，搁跋倒，大家摕几啊针我食你做袂歹呢，若搁叫大做啊，较有个。嘿啦，爱叫5000块的啦。大做啊，叫大做啊。好，谢谢邵主席哦，嘿。谢谢你啦，吼。
好来，谢谢，感谢哈。你看嘛，有遮侪人甲咱做见证，你看嘛，80几岁、83岁的，咱这个素主者啊。开刀开3摆安尼，哦，安尼逐位拢总去开刀过，我咧讲迄是足艰苦啊。食咱即装，即马会行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来，你若是吼，真正是安尼艰苦安的，哦，要赶紧要做修复，速度上介紧的，互你要上紧哈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我咧，哎，我要甲你叫大租的，大租吼，哎呀，我顶下甲你买吼，食安尼行路，拢骹拢浮浮安尼。嘿是，啊，即马咧。啊，我即摆行路较知啊，较知啊吼，哎呀，筋较袂遐暗啦，哎呀，恭喜你哦嘿，好，我帮你下开哈，来刷卡开下开，谢谢你啊，感谢。来，你看嘛，有遮侪咱在时代食好，甲咱斗相报哦吼。你即摆若是讲在行路吼有困难的，吼，安尼卡的来，侯先生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嘿，侯大哥哦，啊你要。啊，你是啥？侯大哥。我知啦，你老朋友啊呢，啊你要大做小做的？啊，细做的啦，大棍的啦。好，我下开哈，感谢你哦嘿，谢谢。啊来哦，下刷卡甲接落去哈，来华珍姐你好。喂，华珍姐你好。我要交流你。哦，啊要大做小做的？大做。要大做吼，啊我甲你下开。好，啊我。感情。来啊，我甲你下开，你等偌济吼，来刷卡甲接落去吼，咱华珍姐要爱大做的吼，来大做咱即摆搁加送你一盒无？大家吃，大家有肉啊！大家吃大家有肉哈，七大盒。来满线，来，观众朋友。0800850810815181，我咧讲，3天，互你安怎有感觉？7天，互你会变另外。那1个月时间，就到甲你做修复啊哈！你即马赶紧的来甲使用，互咱在时代。我咧讲吼，搁真个月啊过，你免烦恼讲过年到，咱无法度甲人出外哈，就是遮尔啊厉害吼，比你我咧讲吼，比你个做的搁较厉害吼，互你们马上吸收哈！来08000810815181的电。来哦，谢谢哈，哇，来，嘿，坤东大哥，嘿，哦，大组的吼，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你等我刷卡甲你下开，来，刷卡甲接落去哦吼，来，阮的坤东大哥讲爱大组的哈，用过，我咧讲，你着知影讲买大组加较好，我相信讲即马伫刷卡吼，3位观众朋友，这拢总是老朋友，你若之前有叫过细组，你就知影讲爱买大组搁较会好，吼，啊，我咧讲吼，互你。我咧讲，都足神奇的啦，2、3天啊，就互你有感觉的，互你非常有感觉的。你像讲拄只，咱迄吼，带高阳的吼，咱咧徐妈妈就好啊，真正吼，足娱乐。来，锦城大哥，金城大哥你好，谢谢。啊，你要爱大做小做的？大家吃，大家娱乐。哈？哦，大家吃，大家娱乐。你等我刷卡。无论你好野神拢吃会起的哈。11线甲接落去哈，感谢您吼，食好。我希望讲吼，咱观众朋友你拄则有听到咱在见证，下次另抓就换你开做见证，食好咱共斗相报啊吼。我相信讲你伫咧安怎，伫咧卖行，伫咧按，伫咧哭，起落落，迄像讲吼，咱迄高阳迄啊，咱一个陈大姐啊，你敢知影？伊出外去的时阵，哇！啊，看到迄便所吼，国库的啦，啊，当系啊，无库嘛袂使，库落去的时阵，好佳哉讲因啊，因翁伫安怎，我夹迄个所在，伊话救人啦，讲安怎，全爬袂开，迄库落去吼，全爬袂开，安啊，结果我咧讲哦，安尼头尾端2组细组尔，第3摆就叫大组啊。伊讲方玲啊，我即摆出外去的时阵吼，毋免烦恼讲吼，迄便所国干啊，国库的。我即摆有法度哭了，搁爬开，哭了，搁爬开安尼，就是遮尔啊神奇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迄要互你食啦，互你非常有感觉。迄像啊，真正像诶吼，咱诶花啊，去压着水共款，迄马上就有反应，吼，马上就有反应啊哈。啊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，你着安怎煮甲会惊，吼，甚至呢，啊，药啊食真多啊，免烦恼哈。个啉的上介紧，速度上介紧哦吼。啊来，我即摆呢要来邀出着今仔日。哦，恁电话哪卡者哈？电话哪卡者哈？我即马呢，因咱拄则有咱观众朋友来要歌对无？哦，来啊！我即马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咱一届送你2箱石墨烯，咱出错哇吼！
来。来哦，刷卡电话继续考。哦，来，庄丽珠。哦，丽珠姐，丽珠姐啊！哦，恭喜恭你啊！喜你啊！恭喜！音乐给你走落去。啊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我今仔来约无到的观众朋友，我来甲你约到，但是呢，我约无卡，无要紧咯吼，我刷卡呢，咱若讲明仔载佫继续哈。来哦，文红姐啊！谢谢。大做哦。安尼吼，感谢你哦吼，我甲你写开哦嘿。大细细，吼，无论好歹来，我歹，你讲无论大细汉，拢总食会起的。吼，人生无啥啦，欢喜就好。你若如果来讲一个行路的时阵，你就本身无方便，吼，讲实安尼真无价值，真无价值，吼。倒咧坐嘛艰苦，倒咧嘛艰苦。即款的坐车的时阵呢，莫乌比食止疼坐啦。对啦。吼。你甲食一寡像这天然的配方，吼，将你的像这软骨、电骨、骨精粹，吼，拢做甲你补，互你饱满。包括迄个筋啊，互你一两工了后先，三工，未歹就对。有感觉无？吼，用了好才到手补。好来哦，一礼拜就会当互你另外哈。对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这毋是口号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哦吼。三工就是好啦，有感觉，7工互你变另外。一个月时阵，我咧讲哦。你若讲即马开始甲安怎，开始疼惜你家己，一个月了后，时势若咧招讲说啊无母啊，爸，咱来行咧，咱倒来行。我咧讲，你就有法度啊！你像讲我拄则伫咧讲哦，咱住伫高雄啊，咱即个志峰大哥啊，迄伊讲即马若讲迄游览车迄啊，人讲要佚佗着游览车迄楼梯，敢若是3敢毋是足悬的对无？伊早若讲是讲啊，我有法度。迄我著讲，迄三个楼梯，感觉都爬袂起哩啊！但是人即马著真正舒适的，吼。所以讲来，观众朋友，线卡的电话继续互恁卡哈。落节目了后，我共款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哦。来，电话继续互恁卡，谢谢。多咧出去哟。咱双人所看的月圆。